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4月7日。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14节到24节。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到17节。马太福音28章第1节到第10节。今日要给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中保。当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准备要对约旦河的东边岸来行到伫约旦河进入伫迦南地的时阵，发生一件事件，这个就是上帝爱迄个跟约柜的祭司先踏入去串流的约旦河内底。约旦河的水不但因为安尼来分开，中搁有一条大搁好行的路。接续有一个经文记载的细节，就是以色列人对因所行这个所在来经过约旦河的河底的时阵咱看这个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到17节的记载风吹了后开去这中间这个细节。就是以色列人对遐行过的时阵呢，祭司甲约柜都徛伫迄个河的中央。但以色列人拢总过去了后，这叫做中保啦吼。圣经的记载隔日约书亚透早起来，甲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开什亭，来到约旦河边，伫遐来扎营。天后过河，过3日，官长伫营中一笪所在，吩咐人民讲：你若看到利未人做祭司的跟上主恁上帝的约柜，就起身离开恁的所在，对伊的约柜伫后壁，互恁知着行倒一条路，因为恁还毋捌行这条路，毋过恁甲约柜大约着离1公里远，毋通活相近。约书亚对人民讲，着家己分别做成，因为明仔上主要伫恁的中间行奇事。约书亚阁对祭司讲：恁将约柜起来，行到伫人民的头前，因就将约柜扛起来，行伫人民的头前。上主对约书亚讲：对今日起，我要互你得到所有以色列人的尊敬，互因知我甲你同在，亲像以前甲摩西同在共款。你着吩咐跟约柜的祭司讲：恁到伫约旦河边的时阵，着停伫遐。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讲：恁听我讲，听上主恁上帝的话。约书亚佮讲。伊要伫恁的头前，将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吉加撒人、阿摩利人、亚布斯人赶出去，安尼恁就知影永远的上帝伫恁的中间。全地的主的约柜要伫恁的头前行入去伫约旦河。现在恁就对以色列支族中间经12人，每支族一个。跟全地的主上主约柜的祭司的脚，一个踏着约旦河的水，约旦河顶流的水就会变成做水墙，袂阁流落来。人民离开布皮要过约旦河的时，祭司跟约柜伫因的头前。迄时是修正的时，约旦河的水常常流过溪岸。这时跟约柜来到伫约旦河，伊的脚一个稳着水，上流的水就无阁流落来。搁伫离真远的撒拉但附近东城，正做水墙，无阁有水流入阿拉巴海，就是盐海。人民就对亚利哥的对面约旦河过，跟上主的祭司徛伫约旦河的大地定，以色列人民拢行过大地，去到过约旦河。耶稣基督嘅话，伊赢过阴间的权柄，
相信的人就要甲耶稣基督同死佮同过活。伊互人因为伊的过活来得到上帝甲上帝和好。伊是大祭司，是大罪羊羔，佮较是中保，互人会当借着伊到伫上帝遐。马太福音28章第1节到第10节，安息日过了，礼拜日要光的时，麦达拉的玛利亚甲别个玛利亚去探望，忽然有大地动，因为主的一个天使对天降落，将迄块石头割开，坐伫迄顶面，伊的面貌亲像死人，伊的衫亲像雪哈尼白。遐个固守的卫兵惊到皮皮喘，煞变做亲像死人。迄个天使甲遐个妇人人讲：毋免惊，我知恁伫找互人钉十字架的耶稣，伊无搁遮，照伊所讲的，伊已经过活来，看伊倒的所在，赶紧去甲伊的门徒讲，伊已经对死人中间过活。伊比恁带先去加利利，伫遐恁会见到伊，会记得我已经甲恁讲，恁就赶紧离开梦，也惊也大欢喜，走去甲耶稣的门徒讲。忽然耶稣出现，对因讲：大家平安。因行进前，揽伊的脚，甲伊拜。耶稣甲因讲：毋免惊，去甲我的兄弟讲，去叫因去加利利，伫遐来会见我。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14节到24节。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续到永远。上主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伊甲我改善，伫上主主面的布片内有凯旋的声。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上主的正手举悬悬，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我袂抵到死会活落去，通讲起上主的作为。上主严严管教我，总是无互我抵到死，甲我开公义的门，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这个门是上主的门，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起厝的师傅，去杀的鸟，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感谢听阮的上帝受赐救恩，互阮会当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是阮的中保，来得到永生，得到甲上帝定心的和好。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